好，知道了，奶奶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呀？什么明白不明白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奶奶，旅途愉快。哎，好，好好的啊，你们两个人。早点回来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少夫人放心，我会协助您料理好家事的。谢谢方叔。我先去了。好。家里公司那么多事儿，奶奶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也太不厚道了吧？那，要不然为了逃避公司的琐事儿，你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我可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。哼。等等我。露露，少爷，我车钥匙呢？少爷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我要去趟公司。哦，汽车钥匙，少奶奶，那钥匙在这里。呀，平时也不见你这么积极，怎么奶奶一走，突然之间脱胎换骨了？哼，我倒想休息几天，可是奶奶前脚一走，公司的人就把我电话打爆了。我现在要去公司收拾那帮老家伙。开车小心点啊！等我回来，在家等我。好，沈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个项目，顾总好，给我留40%的份额。嗯，好的，顾总好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这个是上次您让我查的贺振东的背景资料。欠债。安排人给他打20万。哎，顾总，这里面还有其他资料，您不再仔细看看？我这里有张购物卡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安，你快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对了，就那个贺振东啊，这顾总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其实他已经安排我在私下调查他的背景了，这就说明顾总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开始调查贺振东。